我没有自己放的。把脸打给我，就现在，让手看。把脸打给我，想你呀。今天来到8点打给我的是今年推出全新现代创作母语专辑的苏米恩鲁碧，然后也带着他的光环跟荣耀，还有新的 EP 来到现场。苏米，你这一路走来，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岁末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其实也不预期，就是说，原来我们的母语可以唱到让很多人喜欢认同。其实这当初其实会想要就回到了最原点，就是说当初其实本身也出了自己的图腾嘛，然后唱歌，然后决定自己先出来，而且出来就单飞就用母语。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改变跟挑战，对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出母语的那个，就是那时候最大的迟疑，一定有迟疑，对不对？最担心。对，其实担心都是老板比较担心没市场。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，就是你尽管有再大的理想，你都还是必须接受现实的考验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在面临考验的最大一件事情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克服所有的问题，就是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够不够有自信。对，我觉得那个信心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因为知道会面临的问题可能压力很大，所以我都一直想办法，就是用很多方式让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有自信的。对，然后我在部落里面就是也是抓着这些弟弟妹妹，要让他们看得到哥哥现在在做这个事情。那一方面我也希望在跟他们相处，跟他们在做传统文化的事情时，我发觉这些事情是有活力、有希望的。然后我也找到我自己的自信这样子。而且其实竹蜜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座右铭。这个座右铭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就想说。